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是立法院新会期报道的日子。行政院长陈建仁随去立法院拜会朝野党团，拜托立法院今后全民共享6000块分6000块的特别条例，会当量早通过。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关建明亦是表示，照时间来算，民众上紧伫4月份的第2个礼拜运动就会当领到。若国民党团即马是继续主张，钱应该对6000变1万。2月初1是立法院第10届第7会期新会期报道的日子，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去立法院拜会朝野党团，伊强调讲，疫情了后的特别条例甲预算案是即马上界重要的代志，朝野政党有无共意见，需要加强沟通。疫情来了以后呢，这个中低收入户，还有中小企业，以及有一些特殊的行业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也希望把这一笔经费呢，做最妥善的使用，放在刀刃上。国民党团强调，朝野对发现金有共识，不过这个特别条例内底有1400亿是抗白授权。时代力量认为讲，绝对袂当记者来发现金。因为民众党团的重点是认为债务袂当留予子孙。因为发6000块的时间点，民进党团总召集人关建明预估，上近4月份第2礼拜就会当发。那差不多3月3号的时候互为审查，那同时院长要来备询，备询完毕以后再互为审查。审查以后，当然有所谓1个月的时间嘛，所以这样算起来，在4月10号左那一周，可能就可以完成。陈建仁强调讲，绝对无抗白授权，1400亿是为着照顾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甲弱势。因为南洋立委当面建议讲，发现金爱改做1万块。陈建仁回应讲，在疫情的期间，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阶层受到的影响拢同款，所以若甲所有的经费平均分类，颠倒是无公平。记者综合报道。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伫昨昏伊是主持头一场民进党的重集会，讲党爱全力协助行政院长陈建仁推动政务。伊嘛展现党内改革的决心，大声处理台南市议会议长选举的争议，决定甲台南市议会议长副议长送中评会，而且建议停权处分。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头一摆主持中集会，上任先提出3项工作，包含党部革新、南投立委补选，更加爱全力协助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推行政务。我敬请本党同志，尤其是立法院的各位委员一定要全力协助陈建仁院长所率领的温暖坚韧的团队。赖清德除了宣布党务主管宣布就位以外，也兑现改革决心。伫中集会开出头一枪，处理台南正副议长选举争议，会长无意见通过，对民进党籍的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副议长林志典牵涉贿选，甲2个人以上中评会，而且建议甲伊停权处分，但司法调查结果了后再来处理。应该在下个礼拜会尽速来召开，邀请邱立议长跟李展议长、副议长来做说明。那我想说明完之后，我们会尽快的做出相关的一个处分，来回应人民的期待。民进党这样的处理已经比法律规定还要严格，就是司法还没有判决出来以前，那民进党认为这个事情是争议事项，已经影响到党的形象，那党现在就立刻做处理。年前，民进党廉政会已经立案调查，并且已经决议，那柯丽丽、林志典被归暗时，会甲伊停权3年处分。2个人已经提告，要向党中央家己提出停权。到底谁对党是最忠诚的？我相信赖清德主席心里非常的清楚。那最主要是我跟林志长、副议长会静待司法的调查。对着中集会决议，柯丽丽表示，党中央有党中央规定停事完毕，伊家己真有信心，司法一定会行伊清白，一切等待司法的调查，尊重党中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的本土病例共款超过3万例，这是比顶礼拜同期增加92%。有医生是认为讲，这波疫情应该是受过年的影响，刷落来可能就会渐渐稳定落来啊。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有宣布，对2月初7开始，入境的旅客总共有镜头才会做体检。若甲确诊者有接触的密切接触者嘛共款，若是无镜头就无要紧。
本土疫情佫开始拖，确诊数连续2天破3万例，新增加的本土确诊31501例，境外移入的300例，死亡48例，确诊数比顶礼拜是增加15172例，大大增加92.9%。有医师认为讲，变异株 BA.2.75 变作主流了后，一天的确诊数有可能到6万例，但是某医师是较乐观，最多是3万多这样。应该就会过去了，因为过年以后，民众间的聚集就相对的会少了哦，所以相对的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就会相对的减少，所以这一波的顶多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慢慢下来了。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会调整0加7的自主防疫指引，对2月初1开始，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和入境者，无阁需要迄天来做快筛，改做有镜头的时阵才做都会当。指挥中心嘛暗算伫咧初2放宽禁令，室内有条件免挂喙罨。学者嘛认为讲会当参考健康照护解封指数来做一个放令。健康照护的解封指数。来取代过去大家看到的流行的疫情的解封指数，而这个解封指数，它不但考虑到流行再生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状态，也考虑到医疗能量。主要我们有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其实1月13号事实上也提出各国可以依据这些场合来做这个规范，针对室内的口罩啦，把以前是负面表列的方式变成正面表列。针对国内新冠肺炎降级的规划，钟仁雄表示讲，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伫4月开会来解除疫情警戒，国内希望会当伫5、6月来降级。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5间自助餐食较饱的餐厅，嘛宣布2月份开始要起价，会起30块至90块不等。另外，元宵礼拜到啊，台南有一间卖元宵的老店，即嘛要起价，一盒对180起到200。一盘一盘的金马虾啊，所谓海鲜食较饱的汉来海港城自助餐厅，2月初开始起价。除了台北以外，桃园以南的分店拢起价，比如是暗顿会对95起到99，各时段起好大约伫10块到80块。那今年真的是已经承受不住这个通膨这个涨价的压力，那么必须要做一些微幅的调整。业者回应台北无起，是因为实在大部分由南部送来，北部定价本来就比南部较悬。720通货批场才敢若起桃园以南，离高雄的万豪酒店的豪享自助餐厅也起50块到90块，京乡熟食百货餐厅是平均大约起40块。这一次呢，除了调整价钱之外，其实在菜色上面我们也做了全面的更新。高雄的联想饭店、台中林酒店的自助餐也拢起价，起好伫30块到90块不等。就跟一般的餐厅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单点式的价格差不多。有人讲会接受，有人讲会较少去。不过台南这间专门卖元宵宴的老店，每年敢若伫元宵节进行营业。虽然今年比往年贵20块，不过也是有真侪品种排队要来买。原物料原则上就是都1盒200啊，对啊，10颗。食元宵宴对180起到200，杨国民众讲，因为敢若这时阵有，加上每一摆买数量无多，也是来买。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伫北部、东北部天气拢会较凉，桃园以北水气嘛较高。咱同齐来看分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天气转凉。中部以北、东北部气温大约是14度至15度，其他的所在是16度至18度。那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另外，桃园以北、东半部水气有较高，有局部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拜六是立春，雨会愈粗。北部、东半部拢有局部短暂雨，中部是有机会落雨沙啊。礼拜日元宵雨水才会较减少。不过北部有要出门去赏花灯，嘛是爱会记早雨满雨伞。镜头来苗栗的后龙挂布海花的石虎，2015年有登录做文化景观，不过受风吹日晒，目前已经放买100公尺。地方是真烦恼，讲这个文化景观敢会害去？县政府即马甲公所打算要去争取经费，要量早来征收。苗栗后龙镇的合欢石虎伫海边已经超过300年了。市县民依照自然的环境掠鱼的智慧，更加是台湾本岛仅存的石虎。2015年，和苗栗县府登录真侪文化景观。要过详细一个看，茉莉形的石虎放差不多100公尺，是历年来上严重，和当地民众是真烦恼。
最好都爱，这是咱全国开展都有啊，都爱甲做鼓舞啦，你听有无？啊，即马帮啊咧？啊，帮都爱叫请钱来冲啦，必须要投入心血嘛，哎呀，你投入经费一定要的啊！你说好吧，我爱他，然后你什么都不管他，你不理他，还不维护他，那怎么可能生存呢？当地里长讲，每年受到风台、东北季风加海水影响，石虎定来放弃。不过一直到即阵，也有渔民会用石虎来掠鱼，更加是后人有名的景点。往年政府拢会提供经费来维护，不过今年煞无经费，希望相关单位介入来修理。主管机关后人电工所讲，会拟定紧急抢修的计划，请县府增上文化部文资局申请维护经费。我们有通报给县政府，我们会写一个紧急抢修的计划书，然后请文管局这边帮我们再转送到中央的那个文资局，看文资局可不可以补助经费给我们。紧急抢修计划，那会先来报给中央来申请补助。那另外县府跟公所这边，先是现阶段第一阶段能够去进行抢修的预算，我们负担得起的，我们先来筹措这样。县府表示，过去已有侪摆向中央争取维护经费，未互珍贵的文化景观派去。设立的保卫家电工所以及文资审计委员到现场来会勘，了解石虎派去程度，真紧拟定抢修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劳动基金去年规年是到了3529亿，收益率是9水6.7%，这是创下2014年劳动基金运用局成立以来了钱了上济的。其中甲劳工退休金有关系的劳退薪资基金，去年是了2280亿，等于是平均每一个劳工的个人口座有减万倍。来关心自由时报，美国的联准会拄则有宣布，要升利息升一码，会继续行放慢升利息的脚步。美国的股市主要指数拢是由乌变红，那咱国内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嘛，因为中央银行放手有升8%，收伫29.905块，只是让5个月半，佮看到日头。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表示，因已经会写批予咱台湾，建议会当量早赶紧恢复两岸航点。中国各台班嘛有证实这项消息，嘛呼吁爱量早恢复16个航点。咱人民航局有回应讲，即马咱已经有收到长地讨论。继续关心国防部第3是公布，因有监测到中国的解放军出动34架战机、9架军舰来侵扰咱台湾。有学者是认为讲，中国有可能是透过这款甲咱吓惊的手段来回应咱总统蔡英文甲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两个人通电话这件代志。中国加强了台，国防部7日发布，共军是出动34台多机型的强机，9台强舰来了台，尤其有20台强机是超过海峡中线，入去到西南空域。学者指出，无排除中国是透过军事威胁的手段，反制总统蔡英文和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的通话。这摆海峡中线对北到南拢有强机穿过，以战机和大型无人机做穿过中线的任务，让反击机和电战机是飞去特定的位，西南空域就最后争执。是西南这一带，包括东沙附近的海域这边，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它遏制了台湾海峡，然后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就是中间的关键点。那这个地方的水文也是非常适合潜舰活动出没的区域，所以说。暂时，它也很有可能是共军跟那个，例如说，可能我方或者是西方或者像美方的部队很重要的争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伫西南空域和东沙岛迄边是适合前南活动的最后走廊，科技上分析，共军有可能来演练前南作战。另外，共机伫台海边啊多点开花，外界认为是共军兵力了台的表示。科技上表示讲，台湾南北的幅员无大，拢有关键基础设施。那共军全面反台，南北都会承受第一击。国安全研究院的报告讲，台湾要有第2击的能力。有考量到交通封锁的状况之下，台湾要独立作战，要发挥战力，然后摧毁中共当面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做源头打击、远程摧毁或长程的这种制压作战。那有必要在精准弹药上
多加准备。报告讲到，台湾应该先选择成本较低、较会当互大家拢活落来的精准弹药。张恩定讲的就是火箭炮这款武器，亲像和美国买的海马斯都讲火箭比飞弹较俗，上厉害会当机动部署分散各地，就算个稳定地防攻击嘛反击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北约秘书长拜二有去日本访问，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嘛发表联合声明，关心台海的情势。北约秘书长有批评中国一直咧扩大军力威胁台湾，伊嘛认为北京即马正在观察俄乌战争，会去学这场战争的经验来对付咱台湾。China is substantially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forces, including nuclear weapons, bullying its neighbors, and threatening Taiwan. 批评中国增强军力威胁台湾，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访问日本，主张北约甲日本应该加强安全保障合作。欧洲大西洋甲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是不可分的。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了后，也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表达伊的烦恼，因为中国咧为俄乌战争当中吸收经验。Beijing is watching closely and learning lessons that may influence its future decisions. What is happening in Europe today could happen in East Asia tomorrow. 台海局势，国际拢正关心，美国也咧积极强化印太地区友好关系，力抗中国。除了美日同盟以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礼拜会访问菲律宾，有希望扩大摕到美军进入菲国关键基地权限，伫台海或者是南海发生冲突的时阵，替美军提供一个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如果今天日本遭受攻击，它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进行整补，那这个时候重新启用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或者是苏比克湾就相当重要了。国防安全研究院最近出版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共会诱甲分化印太国家，各用3年到5年时间提悬军事能力，协助美国对介入印太区域领土主权问题决心甲态度。台湾要确保第2级能力才有效协助攻击，应急战备的目标是精准弹药伫在台头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英国有超过50万的老师、公务人员甲火车司机，因为不满薪水伤低、不计起，生活压力真大，伫七一的时是发动大罢工。这个罢工的规模是10年来上大，真侪学校拢关起来，火车甲真侪大众运输嘛拢停驶。不过英国政府甲企业即马对加薪水的态度有较保守。英国有官员阁表示，加薪水敢若会害着物价继续阁起。大声喊口号叫政府加薪水，因为通膨互即卖薪水无法度应付一直起价食品甲能源计价。英国有超过50万位教师、公务员甲火车司机等人出日发动大罢工，规模是10年来上大。真侪学校关起，大众运输暂停服务，告出动军队支援边境检验。Make a stand against what we see is absolutely 12 years of Tory austerity. And the cuts impacting massively o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through lack of funding in the classroom, plus of course our own salaries, which have real terms have been slashed. 这边罢工包括30万位老师，跟来自120位政府部门的10万位公务员，也有几60万位大学的讲师加铁路员工。英国教育工会讲，伫咧考虑通膨因素了，跟2019年比，公部门员工每个月收入减少203英镑，要加大票7500。虽然政府提出教师加薪5%，不过已经抵袂到通膨的卡步。也有学生来支持老师争取加薪。Our school is suffering from our teachers not having enough money to be paid. So I think that I should miss some school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their funding. They don't have many teachers to look after us and to take care of us. So we need to kind of look after ourselves a little bit as well. 英国的通膨率已经超过10%，是40年来上悬，民众的生活真歹过。最近几个月就出现过几落遍上万人的罢工，进前邮政、律师加零售业先后罢工，医护人员后礼拜也罢工。不过英国教育大臣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大幅度加薪会互通膨更加严重。But what we cannot do is give inflation-busting
pay rises to one part of the workforce. And make inflation worse for everybody. That's not an economically sensible thing to do. 志刚强调，政府伫咧明年甲后年会另外拨20亿英镑的教育资金。这边罢工，因为有要甲90%学校维持运作，或者是部分受限，只可能8.9%学校停课。当局也感谢这寡学校的努力。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澳洲找伊个时，伫一搭草坡边有成功找到碰见的放射性的微型的铯137这个物质，嘛初步判断讲应该是无人互辐射污染有去影响到。若甲这个物件不甲碰见的一间下国的矿业集团公司，即马是松头一口气，因讲伊嘛愿意赔偿。虽然专家认为要找到一个比人会增加也搁较细粒的放射性微型原粒，敢若是伫大海火箭共款。不过澳洲当局出去讲，经过6天总算找到。The capsule was located just south of Newman on the Great Northern Highway. It was 2 metres from the side of the road. The vehicle that identified it was travelling at 70 kilometres per hour when the specialist detection equipment picked up radiation emitted.这粒放射性物质铯137拍无去的时阵，当局特别发放射性警报，惊有人捡到会受放射伤害。It appears to have fallen off the truck and lande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It is remote enough that it's not in any major community, so it is unlikely that anybody has been exposed.負責運送嘅跨國礦業公司呢度公司講因會賠。And we'll fully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f as part of that there's a request for government, we would be happy to reimburse the cost of the search. 軍方總嘛伫咧做驗證，會甲伊送去西澳洲首府博斯嘅安全設施。這粒铯137本來是要用來測量鐵礦石密度儀器嘅一部分，承包商昨日自西澳洲紐曼。裝上了放去伫車頂，行經過西澳洲沙漠1400公里長的公路，要送去博斯郊區的馬拉加，可能是路無好一直線，裝載設備送去了6個半路，而且一直到25才同步拍無去。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繼續關心加拿大嘅 BC 省嘅溫哥華，一禮拜開始，因要試辦一年一項3年嘅計劃，就是講喺身軀頂有去超到少量嘅毒品，無算是犯罪。因為當地政府是仰望外界，把毒品嘅問題當作是健康問題。也毋過，這個改變對當地民眾來講，因嘅看法是無同。加拿大毒品問題是真嚴重，從2016年以來，已經有超過3萬人因為過度用藥來死亡，其中 BC 省就佔1/3。為了處理這個危機，當地政府推出一項反毒嘅計劃，為1月31日開始，原來是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或者是可肯等等，在2.5公克以下，都袂去用起訴或者是罰款。毒品嘛袂去用沒收，改做用鼓勵方式，讓因接受解毒嘅治療。這項計劃會試行3年。當局用意是希望會當改變一般人對食毒嘅偏見，該看作是一種健康問題，讓患者會當勇敢來尋求協助。未少民眾嘛認為講，這項政策有正面意義。It gives some room to those in possession. To not be incarcerated, to not be arrested, to not have a record. Well, yeah, I think a lot less peopl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from overdos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get help.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go get help. People aren't going to have as much stigma, hopefully. 不過嘛有人認為講，安尼做有好有壞，都要看實施嘅效果啥款。So I feel like if we can try for 3 years and see the results. I think only the results can really tell us if it's going to create a positive effect. 專家對新的措施是表示肯定，不過嘛強調講，想要真正解決問題，都要提出周知的公衛方案，而且消滅非法毒品供應的來源，才會當讓反毒的計劃發揮更加大的效果。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看世界。美國媒體即馬有報講，美國嘅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拍算是春天嘅時，要來咱台灣訪問。若咱駐美國嘅代表蕭美琴昨昏嘛互看到伊出席麥卡錫嘅辦公室去拜會。若目前人佇美國訪問嘅咱立法院嘅議長游錫堃接受媒體訪問嘅時，伊是無願意加講。伊敢若表示，台灣甲美國嘅國會交流是正事上嘅代誌。
咱总统蔡英文才拄则接到先选调总统的鲍威尔通电话，若根据接到台湾商会的消息，接到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嘛打算伫3月25至4月初1这段期间，会带团来咱台湾访问。来关心，因为印度甲中国伫边境捌爆发军事冲突，印度嘛宣布，因今年的国防预算要大增加13%，金额有736亿美金，大约新台票超过2兆。根据研究，印度即马国防支出已经是排全世界第3。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看灯会。2023年的桃园灯会昨暗伫杨梅闹热起鼓，那土的主灯悬有14公尺悬，这是全场的焦点。桃园市长张善政嘛表示，这届灯会有结合传统文化，所以嘛是要替今年热天要伫桃园举办的世界客家博览会成暖场。2023桃园灯会初一暗伫咧杨梅的火光闹热开始，这边有4大灯区连续点到12天，主灯是14公尺悬的不土未来土。开幕仪式，桃园市长张善政等人也荧光棒，替来自新加坡的无线防水表演掀开序幕。无限风筝带来的降龙雨蝶空中展演，降龙献瑞，搭配着主灯秀，共同打造陆空光之双响宴。桃园灯会开幕活动第一天来差不多有7000人，灯区用玉龙园概念做发想，加玉龙器材，装发光的装置，大人囡仔拢算啊真欢喜，有真高的在地客家味。我们这次把整个富冈的这个小城的这个区域都用上了，把它展示成整个灯区，也希望我们所有北部的朋友都能够到这边来一起享受我们这个光的飨宴，还有客家美食。桃园灯会第一遍伫咧杨梅的火光办点到这个客家小镇，结合火光的传统客家文化。因为今年热天就要伫咧桃园办的世界客家博览会成暖身。记者综合报道。那前2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各地头的元宵活动无啥闹热，话拢停办。今年因为疫情转好啊，一寡馆舍嘛拢已经放凉啊，所以活动又搁开始啊。亲像台东的炸汉丹爷伫明仔嘛会起过，各地头的元宵活动有的所在即马已经闹热滚滚。这礼拜6、8日就是元宵啊！疫情停办2年的台东炮炸汉丹爷今年是恢复举办。初一下晡，台东市公所是特别请现舞动的汉丹爷团队5马新汉丹爷轮流起来开炸暖身。这一炸是请真侪民众来现场看趣味，各游客是特别加到一天来看开场的炸汉丹。很期待啊！第一次看过。会使讲，这外县市观光客爆炸性的全部都涌入台东进来。台东市的炸汉丹对拜5暗时伫海滨公园开始，一直到拜日，会有超过20场的炸汉丹。伫南部台东市今年的庆元宵盐水风炮嘛，当在准备，拜6、拜日就会开始炸。今年台南鹿林门圣母庙的高空烟火，伫拜6旧历立春的暗时9点10分和10点10分，拢会放20分。台南市长黄伟哲找伊是举行开炮的仪式，邀请全国民众来雕像拜妈祖。坏事都沉淀下去了。好事都扬升起来了，所以一定要来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来跟天上圣母来参拜。台湾元宵的民俗活动，有新北市的天灯节，今年是伫2月初5，和配合情人节的2月11，拢总2天伫北溪举行。台湾灯会今年伫台北市政府广场和101大楼拢伫试点灯。今年元宵拄好嘛伫学校休寒的时阵，预估8天灯、南风炮、东汉丹的这个元宵闹热活动，会有一堆人去欣赏。记者综合报道。那2023年今年的台湾灯会是伫台北，对昨昏开始试营运，验过台北捷运伫这2天陆续拢有收到恐吓批。台北市的警察局嘛唔敢靠势，专工特别伫捷运站演练，嘛有出动会晓骗出炸弹的狗啊。演练拄到嫌疑犯的情形，台北捷运小连续收到恐吓批，被拄好，佮撞到台湾灯会试营运。台北市警察局唔敢靠势，对了保全捷运警察，连刑事大队、特勤中队、警部肯等等嘛罕见出动。炸药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对狗来讲它是有气味的。我们训练就是让狗去闻这个气味。
无记行李箱有塑胶炸药，要安怎找？嘛点出防暴器具等等，将安全维护提升到反恐的层次。一位警察队表示，灯会人潮预估约有10万人。自即马到19煞过迄天，会增加超过800个警力，针对一寡公共区域加强巡查。维安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每1个小时，我们会配合侦报权，针对化妆室、垃圾桶以及月台层我们都会进行这个常检的维安。一位警察队表示，伫灯会4大灯区周边，像国父纪念馆、台北市政府站、顶固站，拢会加强警力。另外，台北捷运嘛照下年规模，开设现场的指挥中心，监测人流，管制车站人潮，嘛会增开列车，启动过站袂停，人潮分流等等的措施。记者电话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在关心外国媒体有曝光豪泰集团的共享轿车服务，就是 iRent 有出现用户个人资料外泄的代志。咱公路总局是表示，已经有派人去调查，准讲真正有影，会依法要求改善，若无就会罚2万至20万。豪泰集团下底做共享汽车服务 iRent， 若像出现用户个资外泄的事件，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研究人员伫网络顶发现资料了后，联络台湾数位发展部，请求协助甲豪泰通报有安全的问题。咱国的数位发展部嘛，伫第一时间采取应变的措施。交通部公路总局嘛表示，台北市区监理所已经派人去做调查。如果他有违反个资法相关的事情的话，我们会要求他限期改正。那如果没有限期改正的话，那依个资法的话会处罚就是2万到20万以下的罚款。公路总局嘛进一步表示，会以个人资料保护法、汽车运输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甲处理办法，要求业者查明了后，强化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措施，保障消费者个资的权益，而且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当事人。系统上线之前大概或者 App 上线之前都会做一些弱点的扫描，那也会做一些所谓的那个病毒的侦测啦，或者是骇客的一些侦测。对，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厘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那个 bug 是存在的，这个是那个目前的问题所在，只是说有没有资料流出去，这个我们还在厘清。陆上山嘛进一步说明讲，目前初步调查是人客暂存资料库有风险，并不是所有人客资料拢交流出去。也若和分行动服务表示，针对 iRent 资料库部分的资料有漏泄的风险，已经伫第一时间做处理，嘛加强资料库的安全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在地新闻来关心苏花公路大清水泵坑口伫顶个月放山，有先拍通了后，伫过年期间是无管制全拢开放。那即马过年年假结束了后，昨昏开始搁进行交通管制，继续施工。第一天就是塞车。另外，伫台北线中环公路的管员嘛有管制，毋过有驾驶人是伫管制站头前直插要过，这是互工程人员真困扰。前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网路，赶伫过年进前开放通行，毋过连续假期了后，工程单位特别施工，为今日早起开始交通管制，毋过第一天就出现塞车。在春节过后，接续进行上边坡的保护施工，从今天到2月23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进行施工管制。每整点放行15分钟。部分驾驶完单伤久，也有人讲家己住伫部落内底，希望管制人员放行，或者是增加放行时间。应该是半小时管制一次这样。对民众来讲，当然非常不方便，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台北线中环公路的官员网络管制站出现有驾驶向警方靠咧讲要求放行，各种理由，互管制人员真困扰。求求你们，我们真的从早上5点就出发，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要我们在这边待在这边闹是不是？我们千里迢迢绕了已经绕了半个台湾了，绕到这边来，然后回不去，你要我们怎样？台八线117.4公里，自从去年4月26日参方相关单位发布管制讯息或者沿路建立公告，仍有许多用路人疏于注意。每天傍晚还是有许多不知道这个讯息的用路人受困在管制站前。
公路总局表示，苏花公路要伫2月24到28连续假期开放正常通行。台北线中环的大武岭到太鲁阁的管制是维持早起7点、8点、10点，下晡3点各放行1点钟，请用路人遵守管制，才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去年4月份，有一个讲非洲鼓的查某老师詹慧玲，伊伫中立火车头，互一个姓叶的警察查落来临检。若双方尾也是起冲突，这个警察转甲这个查某老师压在伫涂骹，尾也佫甲伊哭手铐，尾也2个人有相告。即马这个姓叶的警察互判刑。2021年4月1日，桃园市中立后火车头发生一件非洲鼓老师詹慧玲拒绝中立分局县业环境临检，佮讲你真是足讲的，反正当然互伊设想冲突的事件。县业环境得到无起诉了后，也毋过逆转。桃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县业环境就这部刑强制罪部分处4个月有期徒刑，要用1天1000块1颗罚金。另外，妨害自由的部分处6个月徒刑，专案由原应上诉。就被告犯行分别量处有期徒刑4月、6月，并就强制罪的部分预支1颗罚金的折算标准。告诉人詹慧玲表示，这段时间家己靠拍拼工作，别其痛苦，看到判决结果，心情真平静。另外，也感谢法官做正确的判断。不是对我个人，也有对这整个警察刑事职权的违法盘查的这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宣判，本分局予以尊重。针对业员于诉讼期间身心状态，后续将持续予以关怀，并提供相关法律协助及启动远景心理咨商辅导机制。对判决结果，中立分局表示尊重，未来也继续精进完整执法技巧，注意比例原则，也呼吁民众应该理性平和，配合警察执法。另外，甚至阁上诉被告的县业环境暂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公司即马上下班时间拢会当春休，若台积电嘛已经宣布对2月份开始要分时段上下班。新北市政府嘛对咧宣布对3月份开始，市会员工上下班的时间有1点钟的春休空间，希望透过分流上班来解决大新北的交通问题。上班时间要去科学园区的道路总是大塞车。台积电宣布，上紧对2月开始实施单性上下班。即马新北市政府目讲，3月开始员工上下班的单性时间，对原本半点钟调整做1点钟。想办法让我们的园区的企业可以来支持弹性上下班的措施。那很高兴可以看到，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在3月1号的时候，也跟进了包含像台积电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我们的这个弹性上班从现行的半小时也延长到了1小时。除了拜1到拜4时间春休调整做1点钟，若是拄到拜5也是拜6爱补班，单性上班的时间会当搁延长变做1点半钟，也就是讲，员工上紧下晡4点半就会使下班。市府希望用这款的方式来疏解大新的地区塞车的问题。可能对其他有接送有小孩子的同事，应该就会比较开心吧，因为他们等于可以配合小朋友接送，然后比较方便。因为我平常其实早上6点钟的时候，其实就会去游泳，所以就是延长这个上下班时间，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有帮助的一件事情。这样子我就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市府除了希望透过分流上下班来解决塞车的问题，但是效果袂歹，所以嘛向企业来推广，希望做伙改善大新北的交通环境。记者刘君和新北报道。镜头来中华田中的原集路附近，这个khu地啊，嘛是采买年会的大家的闹热的上款，也毋过对时代的改变，即马已经豆豆落座。也毋过伫老街顶头，还佫有一间传承3代的老布行、老布店，同款遗弃日本时代的老厝，而且保留真侪有历史味的老物件。将近80年前，曾庆焕阿公甲一栋日本时期起的厝改买落来，本来10年来，阿公、爸爸甲伊3代是接力来传承。我跟厂商进货来的时候，它不可能是卷好的，它是整个我们必须要经过卷布的动作，我才可以上架。
部行的生理因为生意流行兴起，渐渐就无人客。陈进环甲多数店中人共款，读册工作、结婚事件拢伫外地。父母年岁大了后，伊转来故乡，旧厝有伊几啊10年的生活记忆，所以讲无拆掉电器。天井它有3个功能，一个是通风，一个采光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进货如果货物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天井上下货，上面是一个仓库的，对，就是用绳子吊上去这样。旧厝内底有真侪充满历史的物件，布行内底这2块大块桌啊，相反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听讲对日本摕回来的古董收银机也真有旧时代感觉。这是日本制的收银机，从这边按下去，它这个就可以打开。之前功能还很健全的时候，它有一个铃铛的声音，按下去它叮啊一声，它会把这个就自己会自动退出来。行伫电中店原一路，旧街路顶面也有真侪旧厝。这条街北是福军乡镇过年采买年会大街路。上路的时阵，街仔路开20外间的布行，伊讲才有条件打造特色的老街，希望公部门的投入更加多心力整合，互旧厝旧的街路继续讲到店中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金门以过是战地，若金门有一寡时段以早时无细日去打着地雷，有受伤，行动无方便。不过当地并无虎具的维修中心，所以若是虎具歹去啊，爱修理，因拢爱坐飞行机专工来台湾一抓，是了工搁了钱。即马有公立的病院、身心障碍重建中心、医疗团队。当年拢会定期去这个所在义务来斗相共修理。伫即马新冠肺炎疫情有小可较小透，医疗团队就赶紧排行程去离岛金门单张立约阿嬷因兜，因工作来是要做义务的虎具顺会维修检测的服务。单张立约阿嬷少年的时阵，因为战争，伊参加民防自卫队，也毋过无细日去打着地雷。正卡固掉。迄阵我17岁，啊522掉的，背骨啦、背肉啊，迄红的拢废啦安尼。哇！你这破去安尼，你这个细胶破去安尼。单张利用阿嬷也虎具歹去啊，医疗团队替伊重新取一个模，做新的仪器。金门卫生院这边的话，没有这个设备跟人员，就是做这些辅具的这些人员。金门的医疗体系欠缺虎具的资源，因讲当地有真侪伫咧国共战争时期受伤、失去骹手的士大人，即款刑名年纪拢老啊，无法度4月去找虎具的资源，所以每年拢是靠即个来自台湾的医疗团队义务斗相共检修换新的虎具。在渔区，我们有耕种，那个时候去给我母亲挑草，结果在路上进去的那一条路，出来的那一条路，在路上触到地雷受伤。是惊久吼，惊这路线断去啊！我直接给你换一批新的哈。外岛并没有所谓的这种抑制公司，螺丝断裂，它就会造成它没有办法使用。那我们就会去询一下，说有没有哪些螺丝可能有些生锈，或者一些氧化，或者是脚掌有没有一些耗损的情况，我们就会带个备品过去帮他做一些检修。离岛欠缺虎具的资源，就算有志工团队下乡来服务，因果若是发生需要即时处理的问题，虎具的使用者也是开时间甲钱去本岛找厂商。这个问题，相关单位看有法度想办法甲因解决无？记者综合报道。管制验早期会当用超音波来发现，早期发现就当早期治疗，而且治疗的效果真好。即马伫单位就研发出一款专门咧检查管制验的超音波机器人，患者会当家己按照指示来操作，就当做检查，而且12分钟就会当知影病情，安尼就毋免去病院排队来排检查、排了时间。45岁单位体育老师史宾斯加的5年前诊断出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天，伊伫苏温堡的奥登塞大学病院进行例行超音波检查，并无医疗人员就一台仪器。Apply the gel on your fingers and wrist as instructed in the video.
温室宝贝鱼12月多启用一台叫做亚瑟的自动超音波仪器。亚瑟是观测验超音波机器人的英文的名，用扫描人体11个手部关节，佮用人工智慧演算法分析影像，协助医师判断病人是毋是得到早期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史宾斯加德真感慨，无较早拄到亚瑟，能较早发现破病，无得靠以免为治疗放弃驾车。If they can stop it before you get the changes in your bones, maybe you can do more, and it will be quite a big change. The same patient being detected much later, where the immune system is much more dysregulated, and there it needs much more expensive treatment, and the risk of joint damage is so much higher. 亚瑟扫描病人双手只要12分钟，平均1点钟能检查4个病人。在高龄化甲医疗体系欠人的情形之下，亚瑟用上短时间体检出上侪病人，辅助医师加速病情的判断。We are not taking the specialist out of the loop. They are just doing what they're very good at. So making a treatment plan. Adapting the treatment to the specific patient. 咱伫个早期症状就诊断3个月之内应完成初步治疗，有较悬几率保住病人关节。按过伫单位，敢若安排超音波检查都要等半年。Rheumatoid arthritis is progressive and your joints get worse, so you need to find those people fast. 亚瑟定价差不多新台票485万，但被温室宝贝鱼为12月开始将亚瑟直接常规检查。德国、加拿大也想要引进 Revha 计划伫几年来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使用许可。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科学家伫格陵兰北部永冻站的土巴内底有发现 DNA， 这 DNA 是200万年前。若透过这个 DNA， 专家嘛发现讲，当时的格陵兰的气温是比即马悬出10度，这是对科学家咧研究物种面对暖化威胁的适应能力真有帮助。伫格陵兰北部瓦皮里蒂半岛，规年冬天拢结冰，看不到任何生物。不过，伫咧200万年前，这也是规片森林，动植物真多。有一个跨国的科学研究团队，用16年的时间采集加分析这的土壤所含的 DNA， 发现100多种食物加几多种动物，包括驯鹿、鬣齿类动物，抑个禽类的鹅，甚至抑个已经绝种的长毛象。基因数列显示，这寡 DNA 存在时间可能有到200万年。比过去人类 DNA 只敢能保存100万年的期限加出1倍。It was long thought that 1 million years was this boundary or the barrier that of DNA survival, but now we are twice as old. 参加研究的皮特森讲，温度计会当延长古老基因保存的时间。研究人员采集的土壤内面有生物的粪便、毛、骨头，抑个食物的碎片，提供丰富的 DNA 来源。虽然这个人采集到基因破碎幼弹，不过这摆遗传工程科技真进步，也是让摆出完整的 DNA 序列，导出迄当阵的生态系。搁再请画家依照资料画出迄当阵的情形。Places the 3 mastodons bathing in the nearby lake rivery system, and then you have in the background the different species that we identify. So you have like geese flying off into the sky. You have reindeer herds go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It gives us a genetic roadmap of what allows species to survive under warmer temperatures than there is today. 科学家自 DNA 发现，200万年前的格陵兰北部北经历过真剧烈的气候变迁。迄当阵的平均温度差不多摄氏11到17度，比即马零下11到10度的温度加真温暖。对动植物的种类抑个分布，会让知影物种对气候变迁的适应力。This is a time where the temperatures were warmer than today, and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what we expect the world will look like in terms of warming very soon due to global warming. So it's a very important, you can say, time point in Earth history relative to the challenges we are facing today. 研究人员讲，这款基因的资讯除了会当看出古老的物种面对着暖化环境的适应力，也提供人类伫咧气候变迁时阵一种无同款的思考模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在天气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4度。外岛的温度9度至17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